过来，这件是国道警察接到高速公路局报案，讲收到民众的申诉，明明都无租车，却收到爱交通行费的通知单，甲交通违规的罚单。高速公路局来追查发现，这费用拢来自新北市邦桥一间租车公司。原来因冒用到民众的资料，写假的租车契约，结果去主管机关转罚单、转通行费。这2年来转掉的金额将近430万。大批员警冲入透天，把门拍开，嫌犯结果倒伫咧面床困，看到一堆警察走入来伊的房间，衫拢未付清，就互压伫咧面床。警方大动作抓人，因为嫌犯是伫咧新北邦桥的一间租车公司食头路。这间公司涉嫌甲不法的集团合作，摕被害人的身份证件，用抗白契约甲被害人的资料做假的租车合约，过来向主管机关申请移转通行费甲交通罚款，互完全唔知影的被害人。初步估算已规避国道通行费约新台币230万元，撤销罚单近200万元，情节恶劣。警方表示，会查到这全台头一件租车公司假造民众的身份做转移通行费甲罚款的案件，是高公局报案的。因为有接到民众申诉，明明就无租车，是安怎会有通行费甲罚款？追查发现，这拢是为邦桥的租车公司来的，应用假的合约，大约1、2年的时间来闪通行费甲罚款的金额，大约430多万。14个嫌犯拢总用伪造文书、诈欺得利罪嫌，移送法办。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